什么罪？弹劾范大人营私舞弊、私收贿赂、骄横枉法。把这个交给工部。来，等等，把这折子交给范闲。还要小范大人回话吗？不用，让他看看。遵旨。弹劾。监察院提司范闲当众收取3000两贿赂，是法度于不顾，于大庭广众之下收取银票，胆大妄为，无视庆国法度，实为庆国之害。我等与其势不两立，是为国除奸。嚣张跋扈，目中无人，我可真是个王八蛋。看完了，辛苦侯公公。瞧您说的，这不是我应该的吗？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来，送一下侯公公。范小爷，恕老奴多嘴，再问一句啊，此事小范大人准备如何应对啊？陛下让问的？没有，我就是好奇。按常理说，应该如何应对啊？言官御史都弹劾了，这事说起来可不是小事儿啊。无论如何，小范大人您得上折自辩啊。之后呢，就等陛下圣裁了。那我要是不回应呢？这不符合规矩啊！督察院都弹劾了，您不给个反应，这不是往御史脸上扇嘴巴子吗？不给反应就是扇嘴巴子，那不够吧？哎呦，范大人，我的范小爷，呸！是我老奴多嘴，您可千万别冲动。听说了吗？那个范闲面对弹劾，迟迟不上折自辩呐，岂有此理！真是目中无人呐，置我庆国法度于不顾，将弹劾视若无睹，这厮真是胆大妄为。就是啊，还不像是。你谁呀？我王启年奉监察院提司范闲范大人之命，给你们这督察院呀送幅字儿。什么字儿啊？送给哪位？但凡你们弹劾范大人的啊，都可以看看。等会儿，等我走远了你再看。范闲派来的。看吧。写什么字？什么字啊？这是？哎，快打开看看。督察院御史参范闲，正是。弹劾的就是检书司代公公那3000两银票的事。谁牵的头？好像是自发的。这范闲当众收了银票，御史那边收到消息也合理。3000两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啊。范闲上个自辩折，督察院那帮也不会死追到底。范闲没自辩，他派王启年去了督察院，给参他的御史送了幅字。写的什么？淫淫狂吠，这不是骂咱们吗？这么说，简直太过了！谁来看我们判的严严？太疯了！参他！对，参他！一定要参他！参他！一定要参他！指着人当狗骂，这
这是把人往死里得罪啊！年纪太轻，行事狂悖，督察院这次算是被他得罪狠了。这事儿估计没完。殿下，咱们的人，要不然也跟着参一本，凑这热闹干嘛？落井下石的好机会啊！是不是井还两说。咱们不下场，全当看戏。所有的御史都在弹劾。是，本来就那么几个，现如今督察院同仇敌忾，正憋着一股劲儿参范闲和公公呢。这是关我什么事儿啊？毕竟那3000两是您给出去的。3000两在京城算个屁呀！这芝麻大点的事儿，还骂人家是狗。那不是我骂的。在督察院看来，范闲跟公公就是一条线上的蚂蚱。我一共跟他见过1次面，我怎么就骂上了我？人家说了，知道的就1次，隐藏未报的天知道有几回。听说督察院放话了，早就怀疑您和范闲狼狈为奸，很可能还拜他做了干爹。胡说！我几岁，他几岁，怎么就拜干爹了呢？公公，事到如今就别争年龄大小。我跟你说，范闲真是疯了。督察院那帮将种死都不怕，就怕丢名声。他可倒好，他骂人家是狗。哎呦，他骂人家是狗啊！他小红公公，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公公，事情到了这步，已经跟您没关系了。怎么就跟我没关系呀？他们参的人是我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哎呦！哎，这么早出门啊？你不比我早，是为了等你。吃点，早上不能饿着。简书司的事儿现在越闹越大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老二和北齐走私的线索断了，不过没关系。有人提醒我，我面对的不是事儿，而是人。嘿嘿，放心，这儿没别人。这跟简书司有什么关系？老二跟北齐走私是为了银子，银子不花就是废铁。你觉得他挣的这些钱能花在哪儿？偷养兵马，还有呢？收买官员，培植嫡系。你借简书司入手，其实查的是贪污受贿。京都之内，我自己能查，但老二的门下不只有京都官员，要查京都之外，我们一处不如你们四处。可以，京都之外，我来查。这就答应帮我了？不是为了你，知道，为了庆国。啊，手下有没有合用的人，借来用用。你掌管四处，还用借人？四处主办是家父，并不是我。有什么区别？我不想监察院也来子承父业那一套，为国效忠，岂能公私不分？小范大人，
严公子，老王，老高，嘿嘿，这段时间啊，帮着小严公子做点事儿。是。听小严公子吩咐。高达，我记得你隶属虎卫。是，但从今日起，我们这一批人就在小范大人麾下行走了。虎卫隶属禁军，只遵皇命。是啊，正要用人的时候，就把高达送来了。有时候我也不知道咱们这陛下究竟在想什么。天危难测，谁说不是呢？来，你这就走了？你怎么不走啊？哎，这钱你还没付呢。这也得我来。小严大人来之前啊，小范大人说了啊，这包子铺啊改包场了。这包场我也不明白什么意思啊。大概就是这馅儿啊，这面呐，这火呀，这水呀，都算作成本了。哎，老高啊，让兵士们啊把剩下的包子都给包圆了。好，这馅儿呢，我拿回我们家去，晚上给我家爸爸汆个丸子。哎呀，这个馅儿香啊！哎呀，这肉好啊！老爷，我听说这几日督察院参范闲的折子可越来越多了。有这回事儿。都这会儿了，你还不知道急呀？听说督察院的御史如今都天天骂娘了。何止骂娘，连祖宗都带上了。御史不都是读书人吗？读书人也是人，逼急了也跳墙。您这话可有点损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要不然送点礼？哎呀，没用。督察院御史最要的就是脸面。先不说那幅盈盈狂飞的字，这几日无数弹劾，范闲一道自辩者都没上过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完全不把督察院当人看。哎呀，这蹬鼻子上脸的屈辱，督察院怎么能忍？读书人都这么小心眼儿啊？老爷不在，你也是好好的招惹他们干什么呀？要不然我进宫一趟，皇后那边探探口风，让你找个机会给督察院道个歉。不对，你不是柳姨娘，柳姨娘才不操心我这破事儿。那确实受宠若惊。思哲他，思哲没事儿。情况如何？前后看了，边也发现北齐联军调动了。看来他身边就剩这些手下了，准备动手。除了范思哲，一个活口都没留。记住啊，咱们是北齐锦衣卫，与庆国无关。
思哲离京那会儿，你不挺有条理吗？怎么现在自己任性起来了？这么多弹劾的折子，你好歹上个自便折，不能听之任之。好了，范闲不是思哲，他知道该怎么做啊。怎么这也能数落上思哲呀？姨娘说的没错，督察院那边的弹劾确实应该有个回应。怎么回？回头就知道了。今儿肉不少啊！是啊，香啊，真不错。多吃点啊，多吃点。这好吃，这不错，真好吃。是啊。大人，大人，这个肉它可不是别人孝敬的啊，这个是咱们监察院医处自己花钱买的，这名正言顺。那给您弄点。不用，大伙好好吃啊，吃饱了好当差。什么东西？就是什么了不起？不用跪，膝盖硬点。是。几天没来，医处还好吗？托提司大人洪福，一切正常，都是井然有序。大伙儿私下怎么说我啊？自然是对大人敬仰有加呀。真的？真的。我猜猜。刚来医处的第一天，说的冠冕堂皇，结果当天就收了戴公公3000两，说一套做一套，要钱不要脸，是这么说的吧？绝无此事啊！你就吃这个，让大人见笑了。医处今天不是炖肉吗？我就对付一口，手头有许多没做完的事情。听说医处炖肉的钱是从官账上出的，自然，大人训诫之后，谁还敢瞎收礼呀？那这肉钱是哪儿来的？哎，不是大人说的从账上出的吗？医处的账我看了，这几日有出入，多了50两，所以从中取出一些银子炖个肉。也算是慰劳一下同僚们，这些你都知道吧？我知道。这50两是从哪儿多出来的？处理杂物繁多，不过是区区50两，无伤大雅的事情。那天在检书司，王启年塞给你的银票是多少钱？回大人，50两。你把这钱记在医处官账上啊？属下本来就欠处里的银钱，所以就还上了。欠账，有凭证吗？这几日我看了你的文档啊，邓子越，检书司这么多年送来的云梦鱼，你是一条也没拿过。大人，属下是不爱吃鱼呀。哦，既不爱吃鱼，也不爱吃肉，是吗？医处今日炖肉，可以说是用的你的钱。你自己在这儿啃这个，怎么着？嫌这钱脏？属下不敢。有什么不敢的？你也不是1次2次了。检书司这么多年送来的可不只是鱼肉，山珍海味，天天翻新，处理从僚人人有份儿，只有你不要。除此之外，京都各部送来的各种名贵礼物，什么玛瑙、麻将、白玉头子，你是一概不收。邓子越，
你很廉洁吗？啊，你了不起呀！但是我就不明白了，既然你这么廉洁，你怎么不上报呢？属下知罪。你别着急跪啊！我是在问你的罪吗？我问你为什么不上报？大人，官场嘛，就是为人，真的没有必要得罪人，是吧？是吗？这是现在的你，曾经的邓子越可不是这样。当年的邓子越慷慨激昂，院里边有谁欺上瞒下、谋取私利，都被你指着鼻子骂过，甚至包括你的直属上司。惭愧，惭愧了，属下当时愚钝嘛。从什么时候开始不骂了，改成跪了？回大人，我当时不谙世事，行事张狂，属下现在懂事了。你懂什么了？属下懂得，做官不可特立独行，该当与光同尘的。与光同尘呐，那鱼你就应该拿呀！与光同尘，啊，衣服都穿不起了是吗？邓子越，定州寒门出身，曾在边军养马。当年边军有都尉假造账册，贱买马料为名，骗取官银。是你，在重重包围中杀出条血路，将罪证送到监察院。院长念你孤勇刚直，特许入院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没想到大人连这都查了。你家境贫寒，年少时也曾立誓，才可以缺，志不能穷。当年在定州，一身鲜血杀进监察院大门，要求伸张国法的样子，还记得吗？回大人话，记得啊，记得。那你现在是不是觉得那时候很蠢呢？之前多不公，医学因雷霆，蠢就蠢了嘛，大人。好一个蠢就蠢了。邓子越，是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？腰也弯了，膝盖也软了。不知当年的你看到现在的邓子越，会不会大哭一场啊？大人，做官吧，人情世故吧，大人，是吧？我知道，曾经你有机会可以升任副主办，结果就因为仗义直言，一降再降，最后被贬成了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主播。这么多年，所以你服软了？不，早都服了。那你软就软的彻底一点啊，邓子越！不是与光同尘吗？都已经这样，50两银子有什么可值得上报的？送到门口的礼物有什么不能拿的？既然这样，还守那点规矩干什么？你是想给自己留点脸面，还是想别人夸你有气节？我问你话呢！大人，你看我这个样子，早就没气节了。我邓子越只求一个独善其身嘛。啊，独善其身就好了嘛。那咱俩差不多。说实话，我求的也不过是独善其身罢了。我要是看见看不惯的，我就不太想忍。
跟我有仇的我就得报。我这脾气，在京都混到这地位，凭什么呀？啊，就凭大人智谋深远，远非常人所能及。跟这关系不大。那就是大人，文采惊世骇俗，那更扯远了。哎呦，大人，属下还真就不知道了。因为我有人罩着。我这脾气，要是没有长辈们罩着，在京都活不过3天，对吗？做好人生底线，最好先有个靠山。邓子云，你有吗？属下没有。现在你有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的靠山。你可以试着找一找曾经的那个自己，试着把底线往上再提一提，别怕闯祸，我跟你斗着。我知道你现在不能全信我，不急，咱们看人不看他说什么，看他怎么做。啊，走吧，先办事儿。大人，办什么事？替我写个折子，自辩者以医处的名义送上去。大人，我写不合适吧？我字不好。是。不用研墨，直接写。啊，大人，这一点残墨只够写几个字的呀？够。范闲的自辩者入宫了，是。看来是撑不住了。其实已经晚了，此刻督察院那帮御史群情激愤，这自辩者写的妙笔生花也不一定能够收场。没有妙笔生花，一共才8个字。哪8个字？范闲自辩者，奸臣当道，何罪之有？奸臣当道，何罪之有？这庆国立国以来，还从未有过这样的自辩者。不光是庆国，有史以来这也是独一份了。我本以为淫淫狂吠把御史们得罪到头，是我错了。这折子呀，才是登峰造极。可这把人当狗骂，不是更恶毒些吗？殿下，把人当狗骂，虽说气愤，不过就是骂街。可御史求名，奸臣当道这4个字儿，是在毁督察院的根基呀。今日太甚！这字写的不错，是他写的吗？应该是监察院医处代笔。我说呢，是仙啊，丢人呐！督察院范闲，互不相让，那就殿前对质吧。明日上朝，范闲和御史们殿前对质，旨意已经传下来。精彩！明日这热闹一定要亲自瞧。说起来，范闲入京都以来还从未上过大典，明天这是头一遭。头一遭就是决战，未来可期呀。说不定就被御史给斗倒了。难说。反正咱们安心观战，看个热闹。那是自然。
帝安，在。抱月楼的卷宗准备好，明日我带上殿。殿下这是要帮着督察院裁死范闲？有备无患。这嫂子时间不短了。他是在平复心情。明天范闲好歹第一天上朝，真要闹得不可开交，老爷您照看着点儿。我管的是户部，他与督察院的纠葛，我不好介入。管他什么部呢？你们都姓范，督察院那么多人，范闲就一个，这怎么斗呀？你不明白，明天上殿我不好开口，不然的话，反而对他不利。司职能不能回来，全靠他了。他可千万不能出事。放心吧，若真有生死之危，拼了这条老命也得护住他。你对范闲是真好，对死者也一样。那对自己的老命也好点呗。我要是一直看不见你，你就一直站在上面。怎么不让下人动手？自己有手有脚，不麻烦别人。院长让我转告，你让严冰云查的结果已经到了院长手上，请小范大人明日安心上殿。替我谢谢小爷。小范大人，请问武主武大人回京了吗？这也是院长让你问的。我自己想问。我不知道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怎么在这儿站着呀？等你啊！啊，专门来看我笑话。你何必呢？没懂。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愿意跟御史为敌吗？这些文人言客，你跟他们比，赢了没好处，输了万劫不复。为什么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啊？没准过一会儿我们就化敌为友了呢。那我就把脑袋拿下来给你当球体。太子不必如此客气。总之一会儿多加小心，实在不行先退一步，我帮你求情。那倒不必，不过我确实有一事相求。说说。太子殿下也知道，今日是我首次上朝，对于这些什么礼仪啊、规矩啊，完全不懂，得找个人教教。哎，辛大人，正找您呢。是吗？哦，辛大人，是必须得再跟您说说。贤雄，过来过来。哎呀，太子殿下，范大人，哎呀，你说我刚才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就没瞧见二位呢？你陪范闲入殿。礼仪上有什么不懂的，多指点。啊，求之不得，求之不得。那好自为之。辛大人，范大人，怎么不找我喝酒啊？哎呀，公事繁忙啊。哦，辛大人辛苦。要是实在太累了呀，可以
告病休假几天了。哎，有道理。就是说的太晚了，殿下都走了。那几个人怎么一直盯着咱们这边啊？那几位啊，就是督察院御史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那他们怎么一直瞪着你啊？你跟他们有仇？哎，这还俩这。范大人，问您说实话，现如今谁跟您站一块儿，谁跟他们那几位有仇，谁跟他们不共戴天。邢大人放心，一会儿到了殿上啊，您安心看戏就行，千万别听我说啊，克制，克制，再克制。我尽力啊。这个，范大人，我多句嘴啊。这个督察院御史啊，憋了这些天的怒气呀，要放大？什么？没事，你继续。啊，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呀。所以呀，您啊得小心应对。巧了，什么？我也没打算善罢甘休啊。邢大人，你说，今天来这儿的有多少人是准备看热闹的？恐怕都是。那要是看热闹的人自己成了热闹呢？走吧，上殿。范大人，您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早上好，早啊，各位同僚，早上好。范大人，陛下还没到呢。哎，你看没？你看这一片没？都是文官站的地方。哎，待会儿啊，您呢就站那儿去，站那儿。哎，我呢站那儿。你先过去啊。哎，这不还没来呢吗？聊会儿。聊会儿你早上吃的什么呀？啊，西市的肉饼不错。哎，我瞧着这好像也不是最大那个店吧？是，还需等陛下过来。没错。陛下呀，嫌那个正殿啊太大了，人又站不满，说话又听不清，所以上朝呢就换这儿啊。原来如此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哎。这什么情况啊？陛下给赐的罪。拜他呀！太子都站着呀，他谁呀？枢密正使秦业，不是贾政的。我问过太医了，从伤情看是内伤，这可装不出来。跟人动手，谁干的？一点消息也没有。谁这时候会对范闲动手呢？会不会是他自己？殿下，这种内伤，一不小心宫里都废了。他就算弄伤自己，也没必要做到这种地步。哎，这就奇怪了，哪来的伤呢？这个我给爹送过去。这什么呀？还这是什么解药啊？我差点忘了。来，吃1粒就够了啊。知道了。大人。没事儿，让我自己缓缓就好了。大人，您
自从回了京都，这真气就越来越不受控制。您这样下去不行，得找个人问问吧。问谁去啊？我都不知道谁跟我练一样的真气。你就别再跟人动手了啊！这你放心，我又不是惹事儿的人。有什么你就说。没什么要说的，您说的都对。邓子越那边消息都散出去了，你还操这个心？这么点小事儿不成问题。叶小姐来了。叶灵儿，晚上来了吗？真病了？没有，装的。哦，那我会转达给马儿的。他是有什么话要你带给我吗？你又没病，就不转达了。那你帮我告诉他一声，我很想他。知道啦。大人，您这是真性情啊！您赶紧坐下吧。大人，那个圆梦和靖王世子的消息是，散播出去了，而且从结果上来看吧，百姓确实还是更相信您一些。那你还叹什么气呀？发什么愁啊？因为近来六部之间有一些传闻，说的可难听了，说是大人他以权谋私。哦，这话怎么讲啊？督察院彻查贪官，那说都是大人在背后指使的，那证据就是被查那些贪官都是二殿下的亲信嘛。所以范闲这所谓查贪惩奸，不过就是党争罢了。借大义是幌子，与李承则为敌才是底子。大人，您都听说了？听你这么一提，猜出来了。那这传闻有什么问题啊？这堂上的诸公不都是这样啊？但是我不行啊，我的背后是监察院，大义这幌子，我能用第一次，就能用第二次。我今天能用这手段对付李承则，明天啊，就能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京都的每一位朝臣。来，喝点水。那到时候啊，就会人人自危，大人就会成为众矢之的。这还没法解释，除非能让他们觉得我没那么阴险，就是年轻莽撞。妙啊，此计甚妙。大人，该怎么干呀？大人，您干嘛去？见马儿。哎，大人，不合适，真的不合适。您别忘，现在对外您是有病，你有谁说不是呢？你有药啊？不是你有病，你哪有上京溜达的呀？那是我未婚妻，那就更荒唐了。让京都百官觉得我荒唐些，有什么不对吗？妙啊！老邓回医处，圆梦和靖王世子的消息继续散，他们要的是官场，我要的是民心。是。大人，您好歹得做着这个啊！咱现在是重病啊！圆梦跟世子的关系已经传遍大街小巷了。小范大人身为监察院提司，想传播个消息，轻而易举。世子一直跟殿下走得很近，已经有人在猜这抱月楼背后不简单了。无妨，坊间传闻嘛，这点我跟范闲倒是英雄所见略同。他有传播，我何尝不是啊？殿下已经传播谣言了，坊间未曾听闻啊。坊间咱们斗不过，百姓嘛，天生恨贪官，这点范闲占了先手。我的消息啊，只送官场。殿下，这京都官场好人可不算多，未必有人会在乎人命关天。可他们在乎他们自己呀，不能老在家待着，走个亲戚。走个亲戚，
赶在这个时间。我这个人吧，有个重要的品质，叫落井下石。你在这干嘛呢？磨刀啊！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装病了吗？老二在吗？屋里呢。哎，对了，顺便问你一句啊，这怎么院门口开着，一个守门的也没有啊？都在屋里，防刺客。有人要对婉儿不利？不是刺婉儿，那还能刺谁啊？二表哥，这顿饭是一定要吃吗？什么二表哥，叫二哥，自家兄妹叫生分了。都这时间了，我串个亲戚蹭个饭，你好意思赶我走啊？命重要还是饭重要？我都要。李承泽来了，你说有人要杀他，谁要杀他？我。你带我走！我有事快走！你要杀李承泽，不然我磨什么刀？他可是当朝皇子，你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？想过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死定了。那你还要杀他？陛下赐婚，不愿意。我也不愿意啊。说句实话，全京都这么多大家闺秀，就这位叶女侠的气质跟我最不搭。他不愿意，你也不愿意，那就好办多了，把婚事退了不就行了？我们愿不愿意重要吗？陛下赐婚，金口玉言。婉儿，我问你，假设你跟范闲第一次相见就互看生厌，你们的结果会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你们的结果还会是一样，你们天生一对，因为这是陛下的旨意。其实我们的婚事跟我们无关，婉儿，你只是运气好。干什么啊？他脖子可没这柱子硬，这刀够快了，杀人足够。你根本就不敢杀他。你所谓横刀，只不过是摆个姿态，告诉所有人你心里不满，然后指望借着气势把他吓走。你只不过在逃避罢了。对，我确实不敢杀他，我甚至连京都都不敢逃出去，因为我走了，就是抗旨，叶家担不起。所以我只能逃避。你不敢杀他，我可以帮你啊。这什么？剧毒，服下半日后七窍流血而亡。半日之后啊，没有人想到咱俩动的手。你疯了？你不是讨厌这婚约吗？那也不能杀人呐！你们有多大仇，非要毒死他才能解恨？你说的对。我想错了，不能毒死。走吧，我进去看看。你呢？算了，我也进去吧。逃避又能逃哪儿去？总要面对。是要面对，现实着实残酷，却又无处可逃。二表哥话里有话，
不如直抒胸臆。本来想要瞒你，但想想范家和鲍玉楼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应该听说了吧？当然，我来是想替范闲解释一下，鲍玉楼这产业是范思哲的，与他无关，你不要太怪他。原来是这样。他偷偷放范思哲走也情有可原，毕竟血脉相连嘛。只是这产业终究残忍了些，这2天还有个歌妓被活活打死，对人命还是应该有些敬畏的。你呢，没事劝劝他们，这产业啊，能不做就别做了。哎，对了，话说回来，范闲回京都这么久了，有没有来看过你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手滑了。太快啊，太慢了吧？这还失控了？你看什么看？就是说你呢，啊！你给我听好了啊！你不许学他，知道吗？咱得学好，学好啊，有草吃啊！嘿嘿嘿。哎，殿下，你不是范闲身边那个吗？对对对，是我。殿下真是博闻强记呀，还记得我？哎。在城外，我的战马就是被你打死的。啊，不是我，那是高达，是站我旁边那个。你们2个一起的。殿下您别误会啊，我比较温和，这高达比较暴躁啊。你叫什么来着？在下邓子越。邓子越，之前是这名啊，正是啊。邓某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人呢？进去了吗？谁呀？刚才那个北齐大公主啊，她路过，走了，去哪儿了？那边。你怎么没拦她呀？我哪敢拦公主啊？她是来见婉儿的。她刚才没来得及说。我去把她找。哎。邓子越，记住了。邓某惶恐啊，子越惶恐啊，邓子越惶恐啊！怎么受了这么多？在北齐受苦了？没有，我怎么可能让自己受苦呢？我在北齐可威风了。再说了，收点精神。那可别弄垮了身子。对不起啊，这段时间让你担心了。
本来呢是应该一回京都就来见你，但是陛下把我叫走了，之后一直琐事不断，麻烦缠身，拖到现在才来，是我错。可你不该今日来，你不是病着呢吗？没事，装的。装的。那你爹呢？也一样，也是装的。家风使然。你可别逞强。保证不会。全家装病，这算不算是欺君啊？我还得替你瞒着。殿下少说两句，不然我一会儿还手滑。气性真大。你问婉儿，我来这一趟可都是在替你说话。你要是觉着心烦，咱送客。这么无情啊？不用，有些事情不如当面说清楚。抱月楼外惨死那姑娘，她姓金，你知道吗？我该知道吗？怎么听起来你们很熟啊？他爹也是死在抱月楼外。这么巧啊？怎么死的呀？怎么死的？逼良为娼，家破人亡。那你得赶紧劝劝范思哲，让他投案。2条人命，你就没什么想说的？可惜，没了。我该说什么呀？京都这么多人，每天都有人死，撞到谁头上我能预测呀？除了可惜，你让我说什么？说实话，你能是这心态，我确实佩服。生死无常，看淡些。这话说得好，我记住。敬所有无辜死去的百姓。他饿了怎么办？就这么会儿，没事儿。哦。这有草，饿不着。哎，我们不事先通报，直接来见林郡主，会不会有些不合理的数？不要紧，婉儿跟我自家妹妹一样。怎么了？头发乱了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对不住，对不住，我在兵营里面帮着整理盔甲，整理惯了，是我失礼，对不起啊，我向你道歉。我接受你的道歉，下次别这样了。干什么？要不我歃血为誓。这是我们北齐的习惯。我这个人
是不是太粗鲁了？边军这么些年，有些习惯啊，一下子改不了。不失率真，倒也是好事。啊？啊？咋了？这边。哦。